大家好，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 Dr. 梁，歡迎大家嚟到慧心故事系列狐狸一家移民記嘅第4集。上一集我哋睇到狐狸先生一家，佢哋終於明白了解自己、接納自己嘅重要性。呢一集我哋又睇下佢哋喺呢個新嘅動物王國裏邊點樣去揾翻自己嘅身份認定。今日係動物王國嘅多元文化節，天氣好好，公園廣場好熱鬧，有好多唔同嘅攤檔，展示好多唔同文化嘅展品。狐狸太太同狐狸小姐行過一個攤檔，狐狸太太突然間眼前一亮，佢好興奮，好開心。佢話：呢度居然有我哋傳統嘅點心啊！跟住望過去出邊舞台上邊，佢就話啦：你睇下，佢哋居然跳緊我哋嘅民族舞啊！響文化節嘅另一個角落，係一個學生交流區。狐狸小姐同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動物同學一齊分享緊佢哋嘅美食。狐狸小姐好開心，佢話啦：原來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人會諗起屋企，會懷念我哋屋企嘅食物㗎。坐喺佢身邊嘅係啤啤熊同學，佢聽到狐狸小姐咁講，佢都點晒頭，而且佢話：係啊，我都好掛住我屋企啲嘢㗎，尤其是嗰啲好好食嘅蜜糖添。到咗黃昏時分，響文化節嘅主舞台，狐狸先生今日着得好整齊，佢揸住個咪，好有自信嘅去發表緊佢嘅演講。佢話：我哋嚟自唔同嘅地方，但係我哋都有同樣嘅夢想，就係要俾屋企人過得更加好。當佢演講嘅時候，台下邊有好多唔同族群嘅動物都好用心去聽，亦都一路聽一路有點頭。有啲人甚至好被狐狸先生感動到眼泛淚光。響狐狸先生結束佢嘅演講之後，佢去到舞台嘅後方，響帳幕旁邊，松鼠先生就同狐狸先生咁講：你睇下，你已經喺呢度成為咗一道橋樑啦。而狐狸先生聽到松鼠先生咁講，佢望住舞台同埋嗰啲唔同嘅動物，佢眼神好堅定，亦都好開心。文化節終於告一段落，狐狸先生、狐狸太太同埋狐狸小姐一家，慢慢嘅離開呢個公園廣場。一路行嘅時候，狐狸太太講：原來我哋唔需要拋棄原來嘅自己，先至可以成為新嘅自己嘅。今集其實講咗啲咩俾我哋知呢？原來喺文化差異嘅融合裏邊，我哋唔需要放棄原本嘅自己，而係可以透過認同同埋連結，成為橋樑，揾到新嘅歸屬感同埋價值感。身份唔係割裂嘅選擇，而係可以共存同埋成長嘅過程。心理學大師柯德勒，佢認為人類天性就係渴望有歸屬感同埋有意義。喺新嘅文化環境裏邊，保持原有嘅文化身份同埋價值觀，唔單止係自我尊重嘅展現，更加係
同社群建立連結嘅重要基礎。而胡里先生響文化節嘅演講，就係正正係柯德勒所講嘅社會興趣嘅實踐。而正向心理學亦都鼓勵我哋擁抱多元文化背景，透過希望、連結同埋認同嚟增強我哋嘅心理韌性。胡里小姐發現其他人同佢一樣，都係咁懷念自己嘅故鄉，俾佢重新揾到共鳴，呢個都係強化我哋自我認同嘅重要一步。好啦，呢一集就講完咯噃。我哋喺呢一集要睇到，喺異鄉裏邊，胡里先生一家係用真心築起咗新嘅連結。佢哋慢慢將呢片土地變成為佢哋屋企嘅一部分。下一集將會係胡里先生移民記嘅最後一集。我哋可以話每一段旅程都會有一個終點，但係每一段嘅離別亦都蘊藏住新嘅開始。響最後一集，我哋一齊見證下胡里先生一家嘅成長同埋蛻變啦。我哋下一集見。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Dr. 梁。